这波冷气团加上个落雨，真正冷叽叽，唔过要穿好少，嘛唔是一领一领套伫身躯顶就好。以台湾天气来讲，也是要考虑室内户外拢适合，临时户外穿到室内个无法度烫，嘛互消费者因应寒流特别来选买。台南天气就是通常夏天会比冬天来的多，所以对我们的选择来上的话，我们不会想要选太厚重的衣服去做穿搭。所以像这样子单件的那种 Gore-Tex 或者是可以直接单件的这种羽绒是最方便。那因为台南如果下雨的话，骑车其实是比较不方便的。那 Gore-Tex 它全防水的话，其实是我们最适合的选择。到底天气寒要安怎穿？穿出保暖、流行、搁袂湿，搁有高级的展出。百货专柜推荐的也是基本的洋长式穿法，对内到外有3层的搭配。这种衣服它也有分厚薄。那如果说在最冷的天气，你可能这个当最内层，这个当中层，那我们的外层可以选择这一种，它是2件式的外套。那最外件这一件呢，它是 Gore-Tex 的材质，有到完全的防风、防水、透气。那里面呢是90%的羽绒外套。那我只需要把外件脱掉，就可以因应在室内的天气。对。那还有一种选择是这一种，它是已经里面有铺科技棉的。好，那这个的已经有添加这个保暖层在里头，所以它这个也是一种选择。这波寒流真正有过冬的感觉，加上落雨温度比体感的温度更较低。以专柜所推荐的穿法，上外一层的外套，佮加上轻薄羽绒，因为科技的材质，同款当穿甲真水。但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